台北市卫生局10月份去卖场超市购火锅店抽验菜色火锅料，发现有未少菜色农药的残留超过标准。卫生局是要求业者要爱先回收，嘛呼吁民众在洗菜上好是加洗几遍啊。姜母鸭烧滚滚咧庆宴，天气愈来愈冷，有的民众会去食姜母鸭、食火锅，互身体较温暖。为着民众的食品安全，台北市卫生局去到超市大卖场火锅店抽验菜色加火锅料，抽验60件内底有10件无合规定，其中菜色问题较侪，有验到农药残留量无合标准。有包括香菜6件、青葱、青江菜、红凤菜、木瓜、白萝卜各2件，百香果、辣椒、茄子各1件。那分别检出1到4项的一个农药残留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除了菜色以外，台北市卫生局嘛伫火锅店验出1件土豆粉有黄壳毒素，佮有1件豆腐类的产品验到防腐剂苯甲酸无合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甲限量规格标准。黄曲霉菌呢，经常会污染花生、玉米、米、麦跟坚果类等作物。那我们台湾呢，潮湿的一个气候有利于黄曲霉菌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因此消费者在购买这类产品的时候，要选择就是信誉良好的一个商家，同时注意包装要完整。卫生局表示，这届无合规定食品已经下令业者落价，也会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后续会追踪，搁再抽验。另外，卫生局也提醒民众，若是家己咧买菜时，上好是经调时的加强几遍，避免食到农药、食到也较安心。记者张家佳、柯敏哲台北报道。